咱叫人會啊啦，人袂識講嘅，講就人嚟啊，講就跟他爽咯，爽就你啦，講。Medyo lamang ka lang, kaya luye ma. Okay, one last. 臭豆，你食一隻公有甜無？Di, 我 abe, 等7月個買隻公嘅， abe, 我等夠個7月แล้ว個甜嘅。ne mo be ni kon ni ma. 你買個最啊，佢哋是把準色啊。Ha ha. 我是買個先。Already, siya ling ling eh. 我特買等6月個7月個有甜嘅。你切你邊菜啊？我看。Ha? 人食冇食？我做冇食，我做 salad 咯。哦。Luang cả léo thì tôi Anh Cục à ha. 嚇，對，人家讀英國中你捌啊，即係哦，你捌做過 Amo. 哦？我想唔捌啊。Pride 48 SC à, walang si 啊 ，private 阿毛是啲德國是喎。啊，對，我德國，有我食。阿毛你啲德國啲得咯。阿毛。Tăng Đếc à, East Germany. 嚇？但係啲得咯，East Germany 啲得咯。我有好朋友住喺 Berlin。Listen, Süd Berlin à, what si ai chế cha nọ tiêm tinh cái tập Berlin à. 所以我真係好朋友住喺 Berlin 嘅，伊是飛機嘅，伊做緊個 EasyJet，伊做緊個 EasyJet，伊飛機嘅。你會去來看伊咩？有兜我去找伊個girlfriend 嘅爹住喺Leipzig。對，所以 Leipzig 無安尼去啊，我講安尼去，伊有一點鐘就到啊。一點鐘嚇啦。你頭先是到路來嘅，係冇？你是到路來嘅頭先。New Zealand。你是新西蘭嘅人，新西蘭。Tapi 我嘅爸爸都是英國嚟啊，所以我捌去英國。特別係你是你講啲德國名啦，睇下你會曉講德國話。哎，歌數等等嘅。我舊年啊，在澳洲啊，在 Australia 舊年啊，然後我會，因為我是 New Zealand 嘅人啊，我人不好，我人 residency 啊，所以我去你捌聽過我嘅歌詞無？我捌聽到，我捌聽過，有一年 John 做嘅 Pride 48時，我想我聽到你嘅歌詞了啊。你如果我開曬。我伫上地我就拄着我嘅查甫朋友啊，然後伊有工啊，我迄邊啊，迄邊啲Australia 我有。你嚟啲 online 講係這樣。對。所以我就啲。那我搬過來，所以你講。你搬起十地大，不係咪先？你就甚至都掉，或者你嘅個 friend 一搬。Tapi我無啦，我捌聽你嘅歌詞啦，真正好聊嘅你嘅歌詞。OK，食飯啦。一陣講緊你無來啦，殺一下。你 send 隻 message 看，大家來啊。其實曬啦，你拿出隻嚟緊。嚟了。係啊，各位聽眾，歡迎兩個在到底嚟邊呢學嘅節目，聽我人嘅節目。呢個禮拜咧，我就爸爸了。
慢慢講了，見啦，後尾這話題啊，變已經是差唔多係3點，2點到時係3點啦。然後就邊咧，我哋嚟講嘅話題咧，到咧就是講下正經淡薄，特別正經本事，同講咁曬。我嗰一個裝炮到啲後尾主角啊，英國中。sorry，大家好。國中教王主角，了個有都歡迎到啲嚟阿毛，真正久冇對嚟歡迎阿毛。阿毛到啲德國，一當劍到啲英國嗰邊布拉贊基啲隻蘋果，唔是秋豆啲隻蘋果。就蘋果嘅船杯。蘋果嘅船杯啊，差唔多。我咩好知？我哋蘋果係個隻船杯。哦，我唔捌聽過喎。好靚。我食你看好食啊！蘋果配船杯，你呢？仲有船杯款嘅你嘛？哦，對，你是吹我穿咪咪說甜個水水。啊，好食啊你。哦，這水水甜咪你食好食啊！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จะเสร็จนะจะกินแค่ไหนแล้วแต่มาถึงจีกะจะเอาตรงจะเจ้าเหรอแล้วก็สารนั้นที่ขอแล้วก่อนแล้วจะไอ้จอยอะไรก็ไม่ใส่จอยนะ是叫人你好玩แต่มาไปกี่คุย叫人你ตัวนี้โอเค這禮拜咱講欠累是佢攞安怎講啊欠累我要再講當今情形欠累，情形尤其是在啲馬來西亞是安怎？了解，咱平常時咱有蝦物件被做到物件被欠到累呢Well，你平常時嘅事厝啦，買厝嘅事，買厝話叫 mortgage，特別我福建話我哋我叫立厝，立厝啊，係啊，立厝啊。而家咱講厝咯，講厝咩事？買厝啊條立啊。嚇你是你平常時啦，特登大漢嘅師傅是有嘅，你看你啦。有時都有買厝啦，無買厝就無啊。你若是買厝啦，就驚着過你看你物件啦。上個你穿一個巴肚，你阿毛滾你看。slave。係啦。係啦。咱感覺到咱成講啲，咱欠累嘅感覺怎做？成個穿巴肚呢？咱你講呢？穿隻巴肚得先掛頭嘅。特別看啦，你若是你嘅工若是真正steady嘅，真正你特會月賺累，嘛是會好事咯。特別可能有人做工無咁嘅好事嘅時啊，是咁累可以病啊，真正風險咯，真正假咯。迄幾間厝無去啊？啦，伊人會來搶你，你若是無行伊嘅累，特會行伊累來搶你厝去咯。特別有影個毋是你嘅厝個，你就無行伊累，咁了就一個說毋是你嘅厝。對。แล้วก็你 microwave 蛋呢？แล้ว白半樣。特別我想啲長人嘅所在，我想啲，哇！你想咩來？落啲來啊？garlic bread 啊。garlic bread。我想啲長人嘅所在啊，像個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啊。伊人長人啊，若是愛跋筊嘅人啊，伊人真正艱苦咯。我會記啊，有一道我啲行啲 Penang Road 個我會行，了我會行啊，伊無到啲伊一個賣電視機嘅店啊，伊講我甲一個人病會甲伊個人啊，我意思是伊個一個什麼真正啦，真正遠嘅真正啦。了我行一晚，嗰時我問我爸，蝦米事伊安尼老了個做工過啊？你是伊個店來是無？了我爸講我聽，無啊，伊個故事真正邪惡個啊！伊有一個孫啊，是跋筊鬼來啊！了伊直跋筊啊，欠伊個安怎講 triad 伊個。
我讲咩啊？哈，伊等人嘅gang哈，伊欠伊人嘅鐳啊，伊人啊，在等未睇死啊，是咩啊？所以伊會幹嘛啊？用咗了伊人嘅 pension 嘅鐳咗了伊人嘅收入啊，去行伊嘅 gang 嗰啲啊，所以伊人買嚟伊嘅把幹嘛無鐳啦，所以啊，都俾去做工，佢知道。哇，要即係，真係可憐嘅，真係可憐。那是講是你家己欠嘅鐳嚇，你家己就去拖嚇，個應該啊。你那是安尼，你會欠嘅鐳啊，學你爸母啊，你講媽去拖嚟講就真係值硬啦，嗬。好啦，只係聽下，就是我講啦，係咪可能算啦，安尼可能會拖伊嘅爸個媽去感覺無鐳安尼可能。你看應該掉嘅多啊，現在。哎呦，哦，你就是就是不是驚博繳，不是驚哈，博繳就係。就是當人先咧，看啊，當人較屬個博繳嘅。啊。你講博繳咧，成個小氣啊，未曉學嘅。啊，先講嘢呢。你是拿博是拿簽嘢？你成個你輸啊，你就硬被博，然後都對嚟 cover 你輸去咧，對。咱個係咪無相嘅正，咱是講係咪啊？齋是學嘅還是叫咩？正啊 Hello。請之嚟啊！攞到呢個拍過嚟估啊咯。Sorry 哈，sorry 啊！抽到我諗講話啦，都冇單教你講話。即係講咧？即係講你去做prepare food 學嘢硬咧，就嚟 join。OK。係，不過我頭先忘記講掉做即係冚類啦，冚類廚冚有你諗白有冚類。你妹我係過啦，清楚有知無？有啲有一個唔知伊是蝦米歌啊？伊個孫去博繳個了伊。阿賢哥。阿賢哥，哈！你就要去做工啲電視機賣電視機嘅店啲。係你真可憐大哦。伊即係我姨嘅囝呀，我姨嘅 family 有女嘅就，然後伊結婚㗎，就係銀行嘅本來嘅 manager 啊，有女嘅就。伊翁家某個一個後生啊，伊翁啊，這是啊，伊 parents and 伊 grandparents spoil the boy，you know。哦，成派。伊生意上濟了啊，伊這一間啊，這一個boy 讀冊未 pass form 6啊，所以就會做 private study 讀 banking 啊，伊有一個好。He got a very good job working in an American bank. Now he get this boy get boy also officer in another English bank, you know. But he 點去博繳薯繳就。伊博蝦米物件？繳再博緊嚟大。There is a 你捌聽一個蝦米Matut Club keep Northern Road。哦。yang poker hamia. Oh. Ka kiam lui ka bank got to know of gambling debts CEO. Oh. Now bought a bank also chai kong this lady also kiam lui bought also you see from the English bank Oh. So anjuan伊是咱嘅親戚是無？伊是咱嘅親戚。伊是我姨阿某嘅大姊嘅So daddy 個演個做 cousin 啦，做 first cousin， 我係 first cousin。姐兄弟啦，唔是姐弟兄弟啦。
伊後生啦，大姨嘅後生啦。After伊嘅 father 啊，我嘅 cousin 啊 retire 啊，伊嘅 pension 到了我買一個大間厝啊，互伊嘅後生甲伊是不大隻，伊後生欠人欠到咧厝就賣煞咗，了伊真呀，伊這伊個老啊，伊在我人嘅 family 到了啊，有 a lot of antiques 咗，伊去撈我嘅舊嘅囝啊，伊講。我嘅厝安尼一舊嘅cases，我找一個 buyer 互你好無？伊個巴地碗還沒到了啊，伊找了啊，好彩啊，我 another person 聽到呀，伊去查，伊去 strike a deal with this antique dealer 啊，whatever he pay he gets 20% commission。哦。So my cousin stop the sale, you know。sampai 啊，伊欠人啊，伊個爹嘅厝就賣甲了啊，伊個爹就去做工，做些 shop assistant，賣 CD，賣 radio 啊咪呀。伊這真可憐，真積壓。了伊媽咧，這個 bank manager 會找我就去賣福建麵去一個kopitiam站去變愛嘅當面呀。哇！積壓咯呢？欠你欠干話誒，這是博繳嘅事啊。博繳就係驚人呵，博繳成個 disease 呢話。是咯，是咯。那簽。國強阿賢 just pass away 啊。Sorry？阿賢 pass away。哦，我唔知安怎叫伊是阿賢個講啦。冇啦，阿賢故講啦嚇。阿賢故講，我叫阿賢故講。伊過身了啊。Yeah, he died destitute in a home. 哎呦，真真可憐哦，真真可憐。They lost everything. 個把你行物件咧，把行物件借咧。對，即係阿婆講，我愛講。因為我想馬來西亞阿會有安尼款嘅情形啊，就是到 New Zealand、Australia、美國啊、英國本，係你 student loan 誒做，而家這人啊，香港差唔多20幾、30幾歲嘅人啊，有真正多嘅 student debt，我個有啊。就累讀冊啦，就是就累讀冊。對。所以我伊咧講福建話。情知就是阿婆仔講福建話嘅，伊個情知唔係情知，唔捌拄着阿婆咩？我捌拄着阿婆講福建話咧搞，我唔捌拄着。感謝。แล้ว你講你當然會啲興調讀冊之類。冇辦法啊，我當然冇講啦。啲 New Zealand 真正解啊，啲是講80年代讀冊大學是mandatory嘅。แล้ว伊人就91年啊，我 start 讀阿會 start 過嘅時啊，就 start 有 fees 啊，就俾學你讀冊。แล้ว本家政府是學你嘅好學生你做按照講living expenses 啊，呢款嘢啦。แล้ว因為我所以佢哋是真係好啊，แล้ว哪來那貴啊？就是讀冊哪來那貴啊？哪來那貴？แล้ว政府好學生類哪來那少啊？少。แล้ว
所以我这边camp 怎么讲？做類嚟哦。Yeah, 對 borrow money 嘅政府啦，แล้ว佢哋有嘅，呢個例子是一年6%，哇，真高哦，真高哦，6%。然後當今冇啦，因為伊人看伊真正即少年人啊，有時人讀了冊就出外國出外坡啦，部隊來啊。所以當今บ่ในขั้นแต่พี่ว่าก็สิหลัก%นะแล้วว่าถักแล้วว่าถักมาสเตอร์แล้วว่าจะขี่ญี่ปุ่นโจกันว่าอีกิงว่าเห็นแล้วจิสุกุว่าเฮเลลูยานั่นสิสี่จับเชงสี่บันนิวซีแลนด์เฮเลลูยาแล้วที่บ้านนะฮะแล้วแต่พี่因为ว่าที่ญี่ปุ่นว่าเห็นแล้วเฮเลลูยาแล้วว่าก็คิดถักเช่เฮเลไลจีก็สิมันกวนนะแล้วว่าเห็นอันนั้นก็ว่าเขียวไม่ลุยน่าไหลน่าเจนะแล้วก่อนนี้น่ะว่าเห็นลุยจะปอสวยแล้ว佢就摸得對，你嚟子佢就啲貼啲貼。哦，所以我直拆啦。แต่ปีตอนกินบอกกัง所以我ติดเด็กก็ช่วยกังจริงๆขังข้อ所以ว่าข้อหลิงก็ที่ตัวปะเล็กก็แก哦ช่วยตัวเขา所以ว่า30歲啦ว่าบอก講 mortgage ว่าเฮเลลุยว่าไปเห็นก็มีทางบอกเขาว่า mortgage 因為ว่าก็有เฮเลอันนี้กวนเนี่ย他請有個我真係 curious 伊講嘅係 student debt 你講伊90年代時伊start 講伊有學即係學緊是幾類你嘅年嘅是你一年嘅一年嘅學緊是幾類我未記得安尼你是Okay, because at the moment 我不是到這個 stage 就是我不是去 apply for student loan แล้ว去大學แล้วเห็น啦 The small I just keep that to begin with. 我諗interest see if you work 借過2010from 2010起係你amount 你9%就是講 if 你冇借過20英鎊咧你冇做工一年差不多1英鎊你就阿未開始還 if 你做2000咧你就你就是9%唔係意思1000裏邊係9%咯因為你做超過1000嘛你就1000裏邊係9%咯哇9%真係謝啦แล้วว่าแบบข้อเกิดตอนที่英國หลังนั่นสิจะเป็นหลัง bankrupt นะ is it called พอชั้นพอไก่อยู่ที่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พอไก่อีหลังเนี่ยจริงผมจะพอกาลูไอลี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ฮอลูแมนเฮงแต่ปีว่าtheo về Anh có bộ sáng lu chỉ xí lăng na xí lu student loan lu chỉ xí lăng đó對佢比較乜想比較你那是撲街嚟講後你乜事就行嘅就類你是撲街你白你成講你欠咪 credit card 嘅類㗎了係你㗎了改㗎了去啦改㗎了去特別你嘅 student loan 本是掉你英國對掉你嘅แล้ว你那是就攤做緊後面你下樣嘅是條跳類特別你白嘅特別準即邊冇想即邊講 if let's say 講我讀了我出去做工 let's say 講我到 the beginning of the 5 year 我冇做1000
我有做工，特別我無抽其實以前我本 man start 興 ，once 我start 興嗰時候講我做接字稱噶啦，我 start 興嘅時啦。if 30年裏邊我興未了嘅話啦，伊係你 that to get rid of that 了喺度，啲就 clean 喺度，伊都唔興喺度。我嘅了而家你夾定夠了。30年，特別我未你興咧。你是講你興嘅時，但係你是講你貴啊，一接一稱，你就9%。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but once you start pay 嘅時候 ，once you start 興率嘅時候。不，唔是 start 攤率，是 start 興率嘅時，因為你達到愛超過就1000，你梗係開始興率就係喎。你攤嘅率啊，是講你攤嘅價。對，我攤嘅價。OK，而家我咪 start 興啊咯。once 我 start 興了，下一節就是我係start repayment date 對喎。from 下一節起30年過後 ，if 我就慢慢興，if 我30年裏面我興未了嘅話啦，我就慢興了就。興到這呢？你哋興9%，你哋興到這？冇，伊唔是20，伊唔是20，一千裏邊係9%咗。伊是就講 if let's say 講我賺2000啦，伊是1000裏邊係9%咗，因為我賺過1000嘛。你9%是9%係咪9%是你度俾興嘅，還是9%是你嚟？9%你俾興嘅，即係冇嚟食嘅。哦，所以冇嚟錢嘅，冇嚟錢。冇嚟錢嘅，冇嚟錢嘅。那較好貴。那就好。冇嚟錢嘅。你是政府做嘅嚇？家政府做。因為我個做得了嘢啊。所以你是講你嚟是講你入賺入1000貴入1000嚟講，嚟是你是貴，你是貴入1000 beyond 入1000。Yes。9%， yes， that's right。哦，特別就是你30年裏面，就是興未了嚟講，樣就直頭國冇去啊。伊就直頭冇咧，伊就。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好啦，我隔了照啊，合適人都睇本照。Tapi lu tebe aneh kan lu tebe share 字啊，我是 share 先咩？因為訂到 Australia 本是aneh kan啊。Tapi 幾那禮拜前啊，伊人政府就講，訂了我諗當今lu你，按照講利息啊，利息本是6%，所以佢哋。哦，樣嘅使玩啦，嘅使玩。相關嘅，所以伊人一邊啊。Actually，這邊較強講話咧，因為我人有佢哋 contract 啊，伊人是 fix 嘅喎。想講伊人是想講啊，伊人是 once 你夾佢哋輪，下一節佢哋年嘅攞嚟嘅，伊人冇換啊，唔使。OK。我就應該本是安尼款啊，對。這就是今年 start 下學生伊就對啦，照緊了就對啦，哎呀。喂，使唔試下我？請知。Catherine 嘅花名係咩？阿嬷。你知啊？講你上面嘅你請知。即係這邊啊，即係馬來亞啊，你講 student loan 啊。lu na si Juana lah, Ibu Putra. Lu take student loan ah. Ilang tata ga liao ah, bo zai diao heng ge jiao. Ilang bo zai diao heng是安怎啊？伊人無興就是after 20幾年佢班嘅講唔使興了。所以伊人惹人嘅鐳去貼互伊人嘅人去讀冊，讀冊出來，伊人出家去做工，所以伊人無還嘅 student loan。after 20年刷去了，伊人就轉來。咪是香港英國咯？咪是英國咪是30年，但是冇遐就刷遐。是講特別咱當人未談安尼嘅 loan 嘛。咱當人未談安尼嘅 loan 嘛，伊人嘅人也會談。我會記啊，我細漢嘅時，我會講啦，就是政治嘅爸啦，我會講啊，講互我聽，我細漢嘅時，伊講我聽。你袂使借錢，你本免借錢予人。所以伊個 philosophy 啊，伊個 philosophy 是安尼款。
Tapi tanah wat tuahan ni sia, lu be yang ane kuan ni philosophy, ingway lu cakap misu bo, ingway tanah u inflation. What kong ni tiam sia sia, lu nasi bebe chia, lu 要谈女个呗？lu siu lui kau lu kau lui si lu kai be ye chia. Tapi lu be jo ane kuan tanah tiam sia lu be jo ane kuan. Ingway inflation kat tua kalau tan siu lui. So lu nasi titi siu lui be lu chua. Lu be chai jiao be. Ingway ye chue ke chia. Ki ye chue ke chia ki ka kwai kalau siu lui. Lu tan de lui. So lu to be jo lui. Lu jo ye lui lu sen ka tan ye fixed price ลูเบ้ช่วยสิลูโจยลุยแล้วลูบันก็แหงเลยลุยตัวตัวsoว่าอุจเลยเดียวจุดสิ banker 来advice ว่า讲ลูเบ้ใส่讲ในควันอี讲ลูว่าคิดเบ้ว่าเบ้จะเลยว่าเบ้จะปรับมันที่เป็นนั่นสิว่าก็ไป想ก็ไปเบ้ว่าไปเบ้เตที่เปิด hill ขี้ชูแล้วอี讲ลูกเจอลุยแล้วไม่สู้ลูกไอ้ทันลุยเอ้ว่าก้องว่าไม่ละว่าไม่แคมลังลุยอีก้องลูกเบสไซ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ลูกเบสไซ想講ก็ลูก講燒ลุยก็ลูกลุยลูกน่ะสิ燒ลุยลูก燒ก็ลูก死ลูก本เบจ่าย就เบ係咪ลูกเอ้ลูกจะไปเจอลุยเอ้แต่พี่ว่า驚啦ว่า驚แคมลังลุย啦是啊ลูก驚能做我甲你讲过一条是安尼一个讲。阿公教我人教了你若是无钱，你茫去买，你免去借钱。我买这间厝的店上，我去银行，我要摕housing loan。你甲我讲阿咪哦，伊讲你无 credit rating， 我人袂借你钱。伊甲我officer甲我讲真正会的，你去哪日你去买 one set of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 payment plan. The moment you pay 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ลูก credit rating ว่าหลังไอ้เจ้าลุยว่าก็ว่าไม่เข้มหลังลุยว่าเสียหันกับตัวหันว่าป้ากะว่าไม่ทางเจ้าลุยมันเข้มหลังลุยลูกน่ะสิทำให้ลูกกะกิเที่ยวลุยแล้วลูกขี้เบ้ว่าไอ้เจ้าเรื่อง銀行30千เนี่ยอีไม่หาว่าไม่หาว่าสวยละไม่หาว่าสวยละแล้วลูกกะกิว่า小妹甲我两人，我人诶 savings 甲我去一个咯，所以你安呐，我甲银行就10,000尔。哦。我我只驚即個欠累，我只驚，因為我哋只濟人係，你講價，actually 只掉嘅伊個。咱看下面物件本啊，你看下面物件本啊，你若是講像英國中講啊，你看有當時你收嘅類吼，你賣付你永遠買袂到迄個厝若是講你無借類，特別我是講平常時嘅物件哈，你無嘅類，你唔通開就對啦。當今我只就是迄個 credit card 咧，只至少像個免類嘅開，你知哦，也無啥。迄個真正危險啊！我甲你講，你點簽啊！你若是無去 track 等你這都去個冇來我速度有時我若是開用 credit card 我開就係我特別對來我對隨我嘅銀行我有夠錢要你若是睇下當機嘛 credit card 真正係要你若是 every month 你 pay in full out of the blues 銀行卡電你講我人你做好路7-8千好路開，無interest free。你講價無你笑起來我就打俾我是笑咧，我講我買，我感謝你，我無欠用你好路咧 interest free of 100,000 overdraft 啦嚇，你用你 credit card。credit card 嘅 interest 就係有人去20幾%往這邊。
入試飲搞喎嗰時。你個 interest 是第解了。你諗上講啊，你 overdraft interest free 啦，你 credit card 嘅 interest 較貴過你 overdraft interest 啊。有。我感謝你啊，我嘛是無錢我免開啊，我咪開啊。就是啦，我去大學時，我做學生時，我有真係一朋友，伊人有 credit card，我本無 credit card，好嘅就係我無 credit card，伊人用伊 credit card 去買物件，買到無樣一隻物件，伊人買來了大學了時，伊人佫欠較加10,000半啊，10,000對，應該講 Do you know why？咩事？因為 student discount 嘅事啊，呢度好啦，就是做 student discount 啦。係咪you mean to say 英國我那是 student 有 discount 呢啊？有真係一項有 discount 嘅，有真係有 discount 買衫啦，買下面物件，買衫買尺。我係朋友個了是聽劇嘅，人個了真係是 classical music 嘅，伊人有一個了啲學生有一個 classical music 嘅店啊，伊人賣 CD 嘅啊，我朋友我成個起銷呢去買個了伊個 CD， 伊個 CD 都貴嘅，真係貴嘅 CD 都再冇是 box set 啦，伊買 opera 啦，係咪啦？你看物件。真係貴，唔可以啦，有咩啦？一計個10,000半啊！哇！你真係危險啊！頂擺我做工點上我係 secretary 啊。你再還啦愛買kimchi 嘅。愛買belen。sampai 伊個 credit card 嘅 bill 來啊，伊來甲我考，伊愛借我錢，我講我是無借錢嘅。我講我是無借錢嘅。借你錢，伊愛甲你借錢。伊愛甲我借錢要 settle 伊個 credit card，我講無你轉去找你銀行，去甲伊講你是攞隻錢，叫伊 make up payment plan 互你。逐個月子我就要叫伊借落去，我講你開你一個月子你賺安尼錢，你講啥物house rent 是叫啥物？厝稅。你厝稅就錢，你 handphone 嘅 bill 就錢，你換車你車油就錢，甲了你賺你安尼錢，你有 movable income 安尼錢，你去找你 bank 去 work out payment plan。真正危險嘅，我看真正錢是安尼。少年人啊，袂曉想啊，伊人講哇，你甲大簽。我就是要問人馬來西亞嚇，要在美國遮濟啊，遮濟年已經是人哋款用 credit card，你讀學生出來，除了你會還學生嘅類啊，如果就還 credit card 嘅類，即係拍底人出來就大學就出來就差唔多10,000塊，拍底去10,000欠掉你 credit card 嘅類啊！哎呦，10,000嗰隻，了你安怎生活？你賺嘅你咪是啲還咯？你個唔是還嘅了，就還 minimum 啊，還 minimum 嚟講，伊即係利息咪是啲加。有啊，伊利息啲關。佢類啊，佢攞下邊嘅credit card 起落只啊，攞嘅8%數，10幾%我正。係咪10%數？interest rate。你嚟錢啊？嚟錢是幾%？嚟錢，哎呦，我都唔知，我唔捌計，我都唔知。伊 on a rising scale 嘅，你知哦。對。How many days? How many percent? How many days? How many percent? I think the first 30 days maybe 5% 啊。咪姑，我要走啦，我諗要接佢啦。OK， 拜拜。拜拜，阿毛，拜拜，拜拜，拜拜。Night。拜。แล้วก็有下嗰一項就是我要知嘅就是馬來西亞我course我看，但我個條啊，我安排好呢個鹽我食。我啲時候，做乜嘢咧？細路？
我啲時候啊，我啲馬來西亞時啊，我看人賺累啦，我每位知我哋講，人賺這邊賺平常時大學出來學生賺幾累嘅㗎？上架是3000塊啦。一個月樣是 take home 3000啊，I mean 靠㗎啦。冇 ，the gross salary，你若是你 take 入了啊，starting on the medium side 啊，3000塊一個月，gross salary 是36千啊，一年。一年36千，你36千，你代表是你嘅 income 就 taxable 了嘛？แล้ว你個แล้ว你你 gross salary 3000塊，你 EPF จับ1%แล้ว on top of that 你 living expenses 個咧你免興趣所啦，ไม่เชียร์นี่你車油 but a lot of them 伊人車油無借啦。車油伊人上街若是愛gaya伊人買 Perodua， 啊無伊人搭摩托，啊無伊人搭bus，所以無安尼借。上底即個是你 EPF， 你 insurance， 你 tax， แล้ว你免借。就是你算起來3000塊，你講你3000塊是你 gross income 啊，你扣起來就扣個就自己存賺2000出。2000幾？about 2000呢？agak 2000呢？2000冇咩開，我是冇俾譬如我講，按做人開你成個免笑嘅，你知哦？你去一個別貴你知哦？我人去叫安尼，凊彩呢，人去叫60塊、70塊。對 ，because 安尼人啊，伊人無去咖啡店啊。伊人去 Starbucks 啊，去coffee bean 啊，但即係了啊，伊人愛gaya嘛，伊人是 executive 嘛，了你免穿啥你來是唔是 credit card？我所以之前每人講，actually 係你John 啊，我佢哋講是你物件啦 ，OK？ 係你你真係咁樣，你頭先講係你學生啊，講係你學生一畢業出來啦，欠人10幾千安尼講啊。你真係係咪數 ？Actually 我同你講啦，是因為嗬，真係即係你credit card 嘅 provider 啊，伊人 provide 伊人做事咪叫0% in credit card 都知哦，撈真係即人去都知哦。我冇乜用，特別我冇夾，我只用啊，即係夾個10我興㗎啦而。他那當今 because 人安尼一少年人啊。baru start 做工呀 credit card 啊，欠ด้วย安尼只啊，他那無用談 credit card 了，你若是要 apply for credit card， 你若是要你 credit limit 2000，你就要帶地2000 deposit in FD。那個好。了伊才互你，伊互你 credit card，credit limit 2000。古早啊少年誒點聲，你個 credit card 啊，你免拖伊人來送你啊，只會 start 呢13,000。他冇了，笑啊，叫做掛，叫做。他那冇了，他那你若是買 credit card， 你買貴，又 credit limit 又係你帶地 FD， 去咧銀行嘅。哦，結了 credit card 乜嘢呢？到馬來西亞。Most of the credit cards 是。安尼個好，安尼個好，但係你特別有，你特別有一類，你個係開，但是你冇嚟講，你冇嚟講係，因為你實際帶地位個你跳到對嘛？對 ，because 上濟銀行啊。可能走伊人了，伊人看。特別啊，我當見我 still 我上邊講，有可能是人攤累，即係借位攤累，有可能有時 direct sale 啊，啥物包位攤累。哇，老實講啊，我唔是講攤累即係借 ，OK 啦 ，comfortable 哈，啦有攤借，有攤大，有攤咩啊？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是較大開啦，然後我久對去一擺我就成個買衫叫做食安尼款咯，所以我對去是我成個食項安尼款嘛，所以我家開較濟。特別
这济人啊，我的朋友啊，我看人个别店咩少年家，开咗夠開較濟類嘅話，就哦，對類來嘅。對。我甲你講啦，有一個真重要嘅物件就是咗 ，actually 啊 provider 啊有真係 responsible 嘅，你知唔？伊人啊真係會曉啊 set trap 嘅咗，學你去 jump into trap 嘅咗。伊撈路，撈路，撈路啊！佢哋講真係濟，伊甲你講伊0%啊，但係 small print 係20%啊 arrangement fee 嗰啲講嘅。對。一個我講並別講嘅時陣裝咋，0% 時間 OK 嘅。6個月 0% APR，OK， 還是12個月免險咋？有啲18個月㗎，36個月，特別你若是無險到尾嘅時，一頭對起嘅咋，伊會對，知道，對把聲。我未講未。阿 John，我唔知，因為馬來西亞嘅伊有credit card 真係久了哈，你保險個動作。我會記我佇東山我看到我聽到人因為 credit card 是迄個時啊是8年前啊是較新嘅物件啊，然後銀行都愛互伊嘅卡來家己嘅credit card 咧，所以你銀行你join 一個銀行，你銀行都每你愛 credit card 無啊，安尼款，然後有人有去保險嘅嘅銀行拖 credit card 有10條嘅 credit card， 然後伊用一個 credit card 買物件啦，然後到一個月過了愛特別興嘅時啊，伊用另外一個 credit card 就興這個 credit card。過了，所以伊幾年啊，伊就不用興啦。哦，以前個我拎你講嗰時哦。伊 roll 啦。我拎個咚咯，幾多？哎呦，你講解哦。我聽到我不多嘅聽了就，我聽到我不多拍緊。我只驚，我成個同學我第一驚就是講欠人欠累啊，你冇知道係一種感覺，真係騎。tapi John當今晚那個 generation 啊，你就是講正啦，但係英國講嘅係伊嘅朋友大病做工啊，伊講啊，當今晚 inflation 即係 actually 是一個真伊是一個 fact 嚟嘅，所以咧當今晚你愛唔係講貪大類啦，你愛 balancing 嘅啦 ，outsourcing 啊真係重要嘅度，當今晚嚟講啊 outsourcing 真係重要啊。有係咪做咩 outsourcing？嚇？我冇明白咩意思 ，outsourcing 就重要。想講我，你特別會曉去執世界人啦。講咧，你想講 OK， 同佢我是 student 嘛，是唔是 ？OK， 了我個大英國嘛對，我會使做咩？我去用我 student price 去買一個 football 嘅 T-shirt，了去人叫人sign，了去去備學啦。哦，佢係好勁啊！你知哦。用欠嘅類做。對。我甲你講啊，他當今嘛真正濟公司啊，老人是安尼款。你看啊，咱當今嘛有安尼濟，咱免講 MAS 啦，你有 budget airlines， 你有嗰一個是啥物？There is a difference on budget airlines and low cost airlines 啊。伊人係，你假如寄 email 互你 ，fly to this destination。special fare airfare 39 ringgit 聽我這個我甲你講我家己嘅朋友來找我呀伊愛去新加坡啊伊甲我講12點啊你鬥下手啊你去這個 airline 嘅 website 啦12 midnight 你去book 好啊伊係 because 伊係 airfare 39塊嚟講，it goes very fast。你特別去 book 好啊，然後我行路類，我 pay 路 cash， 路 pay against 路 credit card，fair enough 啦。so 我嘛 book 可以咯，39塊。airfare 39塊，伊無算 airport tax、fuel tax， 算加落起來200幾塊。so 我 after that 我 print out 伊個 ticket 我可以我講加了229塊。嚇！
安尼贵啊！买啊！我想我讲39块，我对，你看 F 39块 ，fuel tax 百几块 ，airport tax 嗰只钱，哈？我讲伊个无嗰啲luggage allowance度。了個 baggage 啊，個要淡薄嗰只錢，係咪？個無 meals 啊，所以我講你看 ，this is the，你叫我買好你了，你嫌我講，哎呦，我若是載我坐巴去對來吧，你講35塊，我講好啦。係我對啦，安尼價啲。但係啊，前一隻公司啊，伊人甲你講啊，無講到。無講清楚啦，無講清楚，無講互你聽就好 picture 嘅啊，因為一半一半。我個拉薩條清楚你感覺到當金啦，我拉薩條唔是咁人，特別真正濟人無想甲頂擺嘅你嘅爸、你媽教你人用你講教人用你嘅辦法，甲當金嘅辦法無咩想啊，樣無。因無必教你安怎成就收類生類，係咪你款嘅？你實較少教我看到。對。是啦。咁啊，當機嗎？這邊正手入，倒手出，倒手入正手出。是啊。你 OK， 我問你，你拉薩條平常時，咱講欠類啦嚇。下面咪叫當金啦，當金都算起來講處。欠我無呢 guilty， 因為咱們是借啦，阮是家己感覺到欠，特別厝欠厝講厝迄個較 OK。我當然攏拉薩着人買車誒時，欠類攏嘅 opinion on 車行欠類買車是安怎 opinion？最好就是買 second hand 嘅咯。對 second hand， because 即出車就落價嘛，伊。係啦。不過 actually 我感覺真係英國人就 smart 嘅啊，伊啱啱較濟唔是買 second hand 嘅，但係冇買 second hand 嘅。你會每一開爾啦，你就係想講話，你咪知啦，伊個車去甲伊個retail shop 嘅時啊，伊開起來可能 display 呢，你每一開爾啦，伊個30%一頭路啊，就冇30%嘅。而家即係安尼款嘅咯。So why 我去買 first hand 嘅 ？What is the point 對？爽啊！有本事嘅，你係有本事嘅。特別我講聽，我做咩事？我買車時，我頂當時買車，我們是想講 ，OK， 我就係買舊車，就是較係咪咯？較裏面伊價錢無 drop 咩嘅。特別講我講聽就特別就是，我個買到呢件車就我拍算買舊車咧就。然後我 one thing 我袂曉車物件，所以我袂講車歹啊，係咪物件我袂曉，我唔敢買上舊嘅車啦，你知道？所以我先3年內面嘅車啦，3年5年車，我坐 Honda， 我去 Honda 嚟看，伊3年嘅車，會起來伊嘅價錢是較辦幾個我買新嘅車。特別我買新嘅車，伊嘅 interest 是 0.9% interest， 所以0.9% 嘅 interest 啦。然後伊嘅舊車，伊較辦幾淡薄，唔知辦幾千嘅事情個，特別 interest 是7%，你知道？所以算起來，我算起來伊嘅 payment 啊。較貴個，我買舊車，較貴我買新車，所以我講 OK， 安尼講我會算，特別我有一個 guide 啦，我對你即 financial 嘅 advisor 嚟講，你車若是你前3年內面行嘅了，但面需要 afford， 若是你3年內面無在掉行了，上濟嚟講，你要拖去5年還是4年嚟講，你都無在掉買係一頂車，你都要買較便宜嘅車。所以我就對伊3年，所以3年入面咧，我個會成日講 comfortably 咧，我個會特規矩行到這裡，個未成上百嘅後，我就對喺你行咯，然後就安尼對掉伊行去3年行緊了後，所以我只驚到我是對掉買車3年入面行未夠，我唔敢買啊。你講是對啊 John，because 啊 ，OK 啦，咱免講壞車，咱壞買4年啊 ，because and then what every 成個3年。2年半3年我就換車，because 你知我做工嘅點先，我是即個車嘅事嘅，我較知啊。搭電車過5年啊，
你 maintenance key 就關你知哦。啊哈哈哈。如果你 maintenance of 你車，我你 save in 去買的車，你開去你 maintenance 了。修理。And then 你修理，你家的把啥，今年你把啥，真正貴哦，這邊。可能這咩車咯？那是你這咧間接嚟講，你是去 supermarket 買 Ovaltine 嚟啊嘛？換是。我 break 牌啊！等陣我去 7-Eleven 去切執去買一罐 Ovaltine。你問我間接話如果去其實 Volkswagen 嘅brochure 嚟看我。嗰個帶啊！我一點。你只堅持啊，是你只堅持。我只是個我只因此我只是個車啦。你講啊，我對其實你知我只行啊。你叫我買衫，叫我買件器，我是無，我未開類。你叫我買衫，我會開。但人就啲是有較有一行樣，成撳開類嘅有嘢。知啊，我馬解。知啊，點啊？我馬解，即我下面物件咧，你本愛看到安怎開，只咧你免看價錢，你叫就對啦。我馬起來面前哈。這是好奇。對。แล้วว่า是咪ว่า是搞開始知道？係。你搞我係個是哪時啊？我係個本是electric 嘅。electronic control actually 我已經 control 咗濟啊 because 我那老我那在條講哇死咯我冇收到你是老是就去大得咯啊你知道 so 我那老我都那設置 even though 我 electronic 聽到我真正搞買哈咪嘅 electronic 我冇買㗎了當今我 computer 我冇咪㗎買iPad 我冇㗎買特別一項物件是 iPhone 嘅我未得閒我卡出一隻個帶你想下英國將 anything electronic 嘢開類我唔敢本啊，當叫我唔敢本啊，我驚。最近 iPhone 啊，我放未起。我感覺對 iPhone 是安怎啊？我打折咩用？我感覺我開啊，你就打，你我打折就啲用。打折收，打折幫，打折幫啦，打折幫，打折收，我講啦，打起我就佢把照起來幫頭先係咪嘅？就是資料。我放起啲老妹姐咪嘅放起，就是我 iPhone 有時嗰時就打嚟我幫你。我幫我就肯定佢幫我硬。你想講我若是早起我起來，我 start 我車，我聽伊 engine 嘅聲，我車，這是安怎，還是安怎？你係講你車啦，你去捏你車誒。我早起我曉啊，我過咧，我在嗰啲 showroom 我即去看了嘢嘅，羅小對來，後尾我去困嘅時，我看，慢看。你係得去困。誒，來啦，講到對到對嚟鋪落，到對嚟欠女嘅。啷個啦？加工來了，還加工。哦，加工。嚇，加工咧？未學加工講下啫。Hello。加工啊，你感覺到credit card 撳 credit card 嘅類。我 only 用 if 我 next month 我會用，我可以用。我若是講我冇在條興後退節，我冇用嘅 ，because why？我真係驚我捌掉可能read 外格過。哎呦！我用外格去發位，然後我就興咗借唔曬咯 ，because 我未 proof 講我冇啲喺呢位。哦。你知啊？若是講我有兩張可能用票啊，一張我會 proof 啊，然後我免費 because。等陣你紅線響，真係紅。叫我紅線，我等陣我冚嘅。Sorry。我而家做咩？嗱，就。有一條伊用了真係濟，但係我會 proof 講我冇啲合併 ，because 伊用去 Italy， 所以我冇啲嘛，我係 passport show that 我冇用。哦，你條你我為你讓 credit card 特別 proof 講你冇，你個應該冇揸數嘅啊？
嚇你就 approve 講你冇用。美國嘅 credit card 真係用嘅，用到 research of course，特別你冇一係靠嘢。即個一個以前嘅，我大啲我嚇，即個唔是版位啦。了先係你點先？我隻股我都賣，我冚掉嘅了，我賣 ，because those days 冇係咪嘛？冇 safe 嘛？冇 safe 嘛？對，了我冇需要用啦。特別呢，你解會記啊？你借錢物件嚇，你用 credit card 俾嚇，伊會 help you 嘅 ，because I 上家負責。喂，我一件厝嘅 problem 是嚇。佢哋 trading standards 教我講 ，you should have paid with a credit card, then you are protected. 你冇 pay because 你 pay cash or 你 pay with checks， 你冇 protected。所以我當見我前啊，我債講那是講我有下你累來起咩後面之後，我放心我用，但是講我隨盤講，安尼借我無在條起。你會使點拖，你會使教我講，我不要緊用 credit card 學先，我 always 騙人講我無嘅。我教你人講我無 credit card 嘅啊。因為because我買興嘅借位嘛，我唔知係咪俾係咪而我未記啦，所以我俾壓嘢嘅錢落，我俾佢講我無夠累。你我用 credit card， 我講我無 credit card 嘅，我咩債我硬啊傻瓜。你講我嗱我有，冇，伊唔知頭唔知地，伊講不要緊嚟講用我 credit card。你有我未講啊？我記得我未講啊。一個阿摩啲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咯。對嚟，哎呀，真係講啲西洋路啦。對，了我對嚟時我甲伊講，我講後當啊，你多諗啊，我啲 negotiate 嘅事啊，你問插嘴啊，冇對嚟你做咩？我啱學到啊，當然，伊就係講係咪價錢，係咪物件時候，一直頭，我只看到看到我咧點唔敢講。伊知啊，伊講 OK，你一直頭不講，伊俾車時。伊坐我去，伊俾車死坐我去。講女物件個了，一直頭看着我，叫我跟人講。而家講我甲如果較濟大波是安尼款嘅，若是英國中若是對來，我人若是去 shopping 啊。我上個路呢，我 every time 若是愛買蝦米物件，我就想講 ，is it a need to have or a nice to have？Need to have or nice to have， 所以我就是看了想要入心嘅啦。你知啊？英國中嘅我所真愛看 DVD、看 movie、看 music 啊。咁我想，哎呦，他那 Blu-ray 真呀貴喎，就唔是 DVD 啊 ，Blu-ray disc 啊，百幾塊一個，真呀貴，真呀貴。所以我若是看了望啊，就愛看了啊，唔要緊啊。英國中嘅喙啊，是講你暑假時候，啊我俾好你，哎喲我甲伊講，感謝你不要緊，我無閒來看。咱人並有時咱並 negotiate 到甲辦理嘅價錢，就係我哋壓伊落去啊，輕伊做幾倍㗎，你講不要緊，我出你後先，安尼款你都知有時啊。但係我甲你講，我買物件我無可以知，我看我暑假本好啊，我假使看別位，但是無哈，你一邊行走，伊下邊後尾甲你買啊。安尼款呢 ？because 我買，你伊去大大聲去甲人講我是 bargain queen 啊，安尼是啊。我啱時講咩？我正朋友啊，我就話朋友成日講嗰時你做淡薄物件，成日卡。成日看那個等人個做，他講我朋友人叫智男啦，你就成講佢咁勁呢嚇，伊當然未曉啊咯，所以聽我朋友講，你話你智男啊，你伊就以後啊，伊直頭我只講嘅事就 OK 啊，智男 OK 點，唔係講智男，嗰唔是咁咁勁呢，你就係咱人若是講一項物件你看到。你要去找個別位，想即個物件有較便宜哦。特別當今伊學真濟啊咯，伊當今阿摩啲學真濟啊。No, I have enough. Thank you.
聽你名，聽你名嚟啊！我講伊名，然後伊就冇因為我袂也個錢白互我哦，我講免我夠了，我夠了。啊，咁我做物件。個有你敢買物件啥物？大講。我敢買物件，你成特某某特項物件，成個即個青枝是車咯。我敢買物件是 gadgets。哦。安怎係 gadget？ kitchen 嘅 gadget 啊 kitchen 嘅 gadget，蝦米 gadget，garden 嘅 gadget 啊 ，kitchen 嘅 gadget，我甲你講啊 ，actually 我唔敢 admit 嘅，你知喎，我係翁啊，我係翁頭一個 number one gadget，你知喎，了我特別罵伊無上貴腦嘅，伊有5個啊，個少買，上一項物件伊個會買過嘅，哎呦。出來甲新款，伊就買啊，無差別個嚇。我甲你講，古早我撿厝時，我撿8粒 DVD player，你知？哎呦！嚇，你看啦，安尼款嘅人嚟，了，我諗住人10部年20年嘅嚟嗰度。了唔要緊，我這是巴魯嘅，這是真啊最近真正巴魯嘅incident嚟。伊就甲我講，伊會買下個 Samsung 嘅 tablet。然後我就再講，伊有伊個目睭 on 迄個 iPad。然後我就講，你唔是愛買 iPad，你講無 iPad 是互我來佚佗物件嘅 ，Samsung 嘅 tablet 是互我來做 business 嘅。哦。OK。伊講安尼啦。OK， 當今嘛好啦，互伊買啦，唔要緊。At the same time，伊換伊 upgrade 伊 iPhone，OK 啊？So。我當今我係厝有2粒嘅 Android tablet， 1粒嘅 Samsung， 1粒嘅 iPad， 啊，然後加1粒嘅伊有伊嘅蝦米咯，有伊嘅 iPhone 咯，然後我都無看，但係去驗掉，你有點先去驗，係3粒4粒嘅攬掉，再掉驗冇啊？我就是講伊嘛，我講你啊，會抄目睭，我講唔是講。無，你就愛用就愛買，但係伊無嘅喎，伊看到伊愛啊，伊無插嘅，安尼反衫就買啊，對啊。有人實實性嘅咧，只kann control 嘅，我講聽。嚇，特別伊哋見到，就是講伊就講就係買漲嘅，你知唔？買漲啊！That's another of why weakness 啦，買漲買花啦。Actually 你講查某真慘嘅，我有只 weakness， 唔是干那買漲買花嘅。古早 handbag 甲鞋，我會一兜去 shopping 啊，買10箱幾箱嘅。當然無啦。我做工，我無買，有啊你。嚇，古早我做工嘅時啊，當然無了啦，當然老實講無了。嚇，古我做工嘅時，我一下若是去 shopping 啊，我會抹本驚。我若是去啊，一個 round 無夠，手無夠夾，係去加個邊嚟個夾個一兜嘅。嚇！你即係講你是彈掉先都開個了啊？無，特別安尼款啊，我無開個了，特別呢，我無特兜買，若是我係見起嘅時呢，我係買10箱鞋啊，唔要緊10箱鞋，若是講啊，迄個10箱鞋無相加咧，佢就愛找 matching 嘅 handbag，你快死哦！特別我無特兜買，我若是講我係見起，然後我甲買。鬼上身嘅事啊，就叫做計買啊！特別我前下久都無買，你看我甲你講，你無相信我來這邊啊，安尼1年啦，我把你甲去買衫一兜爾，安尼款本是我翁逼我去買，我把你甲去買，啊無我都無去買本嘅。若是講我若是講我愛一項物件哈，我就去甲搞。若是講我買你互我佇我面前着水甲着蝦米，我本無愛。啊，當有啦，咱查某是安尼啦，也講，咱若是起嘅點聲，你像啊我一年我去買衫1擺，特別啊我身軀我真正歹找衫嘅，我若是買着迄個穿着迄個衫，若是啱甲我啊，我買兩三個色嘅，啊對，你甲我上，我買兩三個色，上款嘅衫特別兩三個色嘅，像啊。我一擺啊，我嘅骹我穿鞋啊，我袂是線去買啊。我買着Birkenstock這邊件無便宜啊。
我買着Birkenstock，我會前一擺我去 shopping 甲英國中會巴幹嘛呀？我人行入去Birkenstock，我二啦去見咧，知唔知啊？我一下行出來，我買Birkenstock 千幾塊，喲，死上了！哇，英國中會巴咩？我個半時特別有影咧 ，because Birkenstock 我記我爸買一雙 Birkenstock 600幾塊。我見咩？我個半時我咩？我可以念啦，我講誒，三哥啊，我係累啊！哈那我有思想嘅，不過說無錢去我讀嘅。你有錢哦，你無錢就是拍生啊，有錢嘅時候。我有錢，特別我買對下了，安尼貴我聽我冇來攞出來穿啊，我攞思想來穿呀。青子，你愛點穿，輪流穿 ，because 你無穿你係啲讀會歹嘅啊。冇，我嘅。兩三禮拜我寄出來人行切伊，我有過啦。人行啊！哇！咱這邊做，咱這邊做，你若是無人行，伊會成個啊，伊會賠成個啊。我有過。我未看即個白背你買衫買褲咋？你哇！你問講啊，我買衫用錢哪解？因為我係收得真大，你知唔？啊！我買條按剛剛我買啦，啲按內地去馬來西亞買衫啦，買馬來西亞 XL 嘅衫對啦，我買清。哎呦！清唔到。你知我大隻買衫啦，我買 OK， 放心，if 我去買 M 嘅衫啦，我係收得未接，然後我先會接，然後。我去買較大咧，我收得較會接了，成個沙龍安尼講，A 我沙龍安尼講咯，所以我買衫我唔是嚟，我真係看過會使買條衫。哦。你上個我呢，你衫若是買啱條買，我買錢啊幾條。特別我買一個唔夠，我買真係濟，我係 jacket 甲我係骨啊，真係濟。你幾條？我隻削，我隻削骨嘅喎，我唔知做咩事喎，我隻削骨啊個 jacket 嘅喎。แล้วดูแต่นั้นเบ้สิเบ้เลยแล้วแต่พี่ซาพายเบ้ล่ะซาจะไปแต่不是我說的白接春白接一些暗條這邊暗條對已經塌掉嘅了是啲我白停這裡咧我會阿毛呢阿毛你有成個比打咪跟咩一聽到是車啊我有真的就是讀冊是冊較濟啦，因為冊本是，你像 DVD 是 Blu-ray 是30塊啊，特別一本冊是百幾塊，百幾塊，唔是百幾塊十幾塊，那你一本冊你會花真呀久啦，我是安尼款小的訂到啊，特別最近我冊安尼濟啦，我搬到這邊我有17個抓鴨，卡布抓鴨，17個真正大嘅，加了是，所以因為我頂擺啊搬厝嘅時小檔啊，我就講買了別使啦，別使個，特別。最近幾年冊是白衫較濟啊，咩較濟？衫，OK，個鞋啊，所以我本有真正濟啊，特別當今蝦米本買，那是白白了哈。安尼濟無相分咧，即講到鞋啊，我本是真係舊買，我唔是舊買鞋咋，我是買鞋啊，我是買真係貴嘅鞋喎。我唔是買舊鞋咋，我是買boots 啊叫咩啊 boots 啊 boots 我真係個 boots 啊，攞300磅，我照買，我真係個 boots 啊。佢買一打我本是啊，唔知喎。未記啊，冇聲嘅。boots 啊，我真係個哦。
我們暑假 A 老實講，我們就暑假 A，特別我硬嘅逼我自己，我就暑假衫，就暑假 A，就暑假 handbag，但我嘅 bag，我攰衫，我攰肚啦，面嘅時我掉掉我嘅 bag 嘅了，就點樣肚嘅 bag collection。特別我 bag 是隻笨雞嘅，我 bag 都冇得上飛。講啊，我抽款係咩啊？我是講人俾我一個wallet 了。我哋愛找個搞一個 matching handbag，或者 wallet。要是講人俾我一個 handbag 了，我就愛裝找個搞啊，買一個 wallet 來 match 你 handbag。我真衰啊，負責。然後所以真係幾年我都是冇愛買，都是安尼款。Because 我搭過啊 A 就愛 match handbag，就愛 match wallet。所以你即係貴少 ，because A 本貴。Why？ Because 我係卡。未亂做穿 A 穿要聽，我就愛穿 certain cuts 嚟。然後你成日話呢？所以啊，個貴本唔要緊買，然後唔敢買就借咗啦。然後 because 我冇使負責呢，做工夫底嘛，對。所以我問係使亂做買啊，咁咪就個欠人補咯。所以買看啦，唔買去 shopping 啦。一個我每日一條啊，你一個就去你換瑞 handbag 嘅。有啦，我個人去查，我個物件在度錄。That's why 啊 handbag 啊，我真係識。我一個 handbag 我用個破了，我自己買。古早做哦 ，because 我那是換 handbag 啊，古早我做緊陣，我換 handbag 啊 ，wallet 未記係 ，credit card 嘅 holder 未記係，有時 handphone 未記嘅，所以我上第一嘅，我一個 handbag 我加了係佢裏邊。我用個 handbag 破了，我再穿。像十把湯啊！你講係而家都怎覺得落去嘅，知唔知？對。古早我 handbag 啊，弟來弟大 ，because 你係個借三把嘛。所以你大就借三把，誒三把我 shoulder 歪你睇哦 ，because 啊大嘛，對。那古早你做工，只前面有啲下，你愛記個咧，面間都下落去嘛。แล้ว我冇做工แล้วว่า handbag จุนยองแฮงยูไลยูเซไม่อะไรตัวกะเกียว咯你 handbag 死啊嘛กะเกียว嚇because 講啊，係你 handbag 檔啊，攏有聽過，有一道係你有一個人啊，伊愛去有兩個查某行條路，你知喎？แล้ว有一個 thieves 啊，伊愛去偷摕伊搶伊一個查某嘅 bag 呢個，แล้ว另外一個查某行伊嘅面個喝伊個頭，佢哋咧倒到邊即個橋度，查某嘅而家綁咗喎，要佢入邊有幾多啦邊未當喎？伊 handbag 裏邊有啥物？伊係馬肚啊？啊咩啊？唔是啊！我講有啥物啊？有 boy 啊，有 gloves，แล้วก็จัดชนแล้วโรตีแล้วก็個 lotion ที่ตอนที่冚落去哦，死啊！咁我 handbag 咪是有個兩講嘅物件，係咯，我 handbag 有 glove 我未記咗出嚟個 glove 個自己好酸個，然後hard drive 之類，啊，你講你hod落去係死人哦，我係咩hod係死嘅嘢。啊，John，你 hard drive 係你 handbag 做咩物件？我當時做工啊，我物件啊 project transfer 過來，是我搞到住 hard drive 啊，我係 transfer 物件嚟咯。你未用係 flash drive 咩？別，because 我做 video 嘅物件，所以我係放出大嘅，所以特別有用。我那是話 handbag 啊，是 either 我 handbag 用個破，我兩三擺啦，我 handbag 掉槍。哦，你話嘅係咩牌啊？開咗嘢。哇！我小掉，一掉我掉咯。然之後我想講，哎呀，佢哋物件起來面是鐳呢，可以夾起，我係寫名下先，可以搶起。特別真正麻煩，我同你講，我 handbag 掉搶3把了啊！哎呀，不要緊啦，佢哋內邊嘅落地搶一隻啦，不要緊啦。喂，我 handbag 唔是落地，我 handbag 是咩啊？我係 wallet， 我係 credit card， 我係換機，我係 lighter。你車鎖匙？哦，車鎖匙係啲 pocket， 我唔。啊，嗰啲啲車鎖匙就是第腰邊嘅波波咧，係啲 pocket 咧，伊唔係啲白。我每日啷感覺到啊，嗱，即係講愛個，啷個啦，即係講買唔加欠鐳啦，我俾聽下就會。
有欠累嘅人嘅opinion 喎。咱個來講無欠累嘅人啊。所以有欠嘅嘛，你買厝就有欠累嘅嘛。係啦。咱都無欠累，咱人一世人就有欠累嘅，買厝，你mortgage是毋是欠累啊？對。特別咧是除了厝嘅欠累是無相啊，你想講 credit card， 我要聽下就是往時是冇辦法有啦人，成日講 in case of emergency 要用到咧。係你即係講唔是John 都有聽過係你 payday loan 咯。嚇有啊！真係響咯，我哋講，真係響啊！你後尾發現攞嘅時，你使先去照先。唔是啊，當今啊，伊人啊真係會曉打擊伊人嘅打擊伊人嘅 market 嚟個。伊人嘅廣告啊，咁樣啊，唔是 aim 到我人嘅啫，就講唔是 aim 到我人即個teenager 會講我人想講買物件無看累啊，一頭人講買啊，唔是咯。人 aim 後面人個 aim 老人嘅為咗，以前你知唔知因老人retire 咧，驚佢出去了嘛，一人 lonely 都知有人甲伊講話，有人甲伊去 promote 伊只 happy 哦，伊就買，佢就叫做甲伊用都知有。哦，個呢，夠毒呢，你看人嘅隻眼喎，真係幹嘅咯，隻眼你死啊，無好死啊呢人。即無事，就是了咧嗬，政府也袂掠伊哦，因為伊甲了 under law，伊甲了寫了伊會抓佢哦。了下咧阿媽咧，伊what she needs is can 啊，有人甲伊講話嘛。我不如講，馬來西亞嗬，蝦米物件會好路應開累？但我咱講就成個去個別店食物件，迄個真貴，迄個 Starbucks 上面物件搞得真貴嘛。cash 地開，就講開啊。唔是，係嘛？即個少年家做工啊，not only 去 Starbucks 去 Coffee Bean 啊，伊人穿嘅衫個了是 branded 嘅。哦 ，branded 是蝦米票？哎喲 ，Prada。哇！我係巴達啦，我係 branded 是巴達嘛，唔係 brand。你問我都無穿 branded 嘅衫，我都袂曉即個。但伊人去上個落單咧。你只貴，唔是成個講 gap 啊，上面可能。是，安尼 gap 蝦米是 gap 我都唔知。我穿嘅衫無，我穿嘅衫成萬二啦，我袂解。我講聽，我記得穿嘅衫，我特啲問你寫俾，特別我唔知咩。我唔知。我話會唔會媽媽有上一條衫嘅，我上嘅，我上會俾。係咪 brand 嚟嘅？呢部 brand 嚟。店是。呢店在上面呢部 brand 嚟，特別有一個叫別人邊叫 girl。OK。你到落尾，你去馬來西亞到落尾。你嘅會有一間是係咩啊？是 Queen Bay。Queen Bay Mall 啦。Queen Bay Mall 南邊咧，伊是專門是賣咧，成班機三條，唔知幾塊。Aeon 啊。你冇去 Jualan Murah 買啊？冇。我講一間我就是講是 Jefferson， 一隻河南去買。Jefferson 就是伊賣歐白嘅物件，咁了佢邊嘅衫我們就是個穿。我真係是個 Sub-Zero 嘅衫。Sub-Zero 咁貴啦。係啦。No，我是順啊，特別我冇買。我哋呢時我上個 Sub-Zero，我去 Sub-Zero 我學你條 blazer 嘅水呢，我要去買啊。我冇想到個 Sub-Zero 咁貴，我想講伊是成個 Jefferson 嘅。哦，230一條嘅哦。所以係白嘛，我今日去我穿哇水啊，人講學嘅水呢，嘅水，我話就笑，我就冇看嘅字，你特對馬來西亞如 exchange 較高，那你唔是買物件，我 expect 伊馬來西亞 price tag 嗰隻，我嘅看者，伊個衫是幾鐳啊？即是700塊，600。哎呦，天光！我就看，我看伊點看對唔對？我看伊個，唔知是對唔對，是到底是600幾是60幾？然後我就看，我講 what 600幾塊我就算 convert 去 ring Malaysia US dollar 還是100幾塊？我講 what is your discount？ 你講哦 this is new arrival no discount。the one 你 thank you 就係呢隻。我同你講係做啊，你睇做咩數啊？呢度得，但是講 discount 我是
75%啊，什麼事我都介紹。是啊，兩想，別，我不是真係暑假伊嘅衫，我今日嘅衫不是我白，我真係我白衫。哎呦，你嘛無辦當咩？我白。我跟你講啊，我 Chinese New Year 不是今日我白啊。差嘛，你袂使安尼款啊！我真 sorry 啊，Sini tak ada Chinese New Year 啊 ，sorry 啊。你是 Chinese 嘛？我抄到，你嘅真正是面解白個佢哋邊度嗌？我望頭頭啊，跟住。你講我白，我講呀，我早前啊7、8年嘅時啦，我去 attend 一個 wedding 啊，我家己人嘅走啊教演啊，然後我嘛是去 attend wedding，我媽就教大話，伊嗰時就講我生個咧本是學白嘅，加一個學白啊，所以伊就教大話，伊講啊，你啊會記啊，問去穿學衫去啊，人教演啊，你要可能請你出來，伊講啊兩個人，所以我講下 OK， 所以我都好，係你點先，我本落去。做工，所以我 luggage 個了，我 pack 我衫個了啦，所以我會記啊，夾一條衫無愛，我哋 wedding 啊，我夾一條線啊，你知哦，人家都穿我白 ，3 quarters of the room 我白，線我都我白，是，他那係少年家啊，未曉笑，特別他那當今啊，伊人若是穿黑啊，伊人穿金，就 neutralize 黑。你特別穿一個 cream 啊，是穿 something 有紅嘅色，有 neutralize 哦。像我知誒教影嘅事，唔是教影，我知我知佢我標誌嘅教影嘅事，伊邊就 dress 是黑色嘅 dress 啊，我記。然後我媽講，哎呦笨蛋啊！然後我知佢做頭毛時，伊規頭係紅色嘅 rose 㗎了，就啲後尾咧 OK 啊。你做咩？這是咱嘅長人嘅天生嘛。都那是以前學生，我係知頭規頭一插後尾插花嘅咧，紅色花就對，我就對。特別就係 one thing 我係記講我少年時啦，唔是講細漢啦，少年時，我係媽一直注意我人穿黑甲白衫啊。特別一般當係咪白嘅 ribbon。哦。嚇，白嘅頭毛嘅邊，甲白嘅 ribbon 啊。你睇下，那是我用嘅白啊，你一叫我人叫我偷咋，一陣啊。等下多下食啊！你是嚇，伊講伊真正笨蛋，伊講我係咪？伊講我未試過你穿安尼做。我就咪講安尼，這唔是講多下呢，這是你多下你老爸老母啊。哦。那時伊若是看到啊，even 白嘅 rubber band 袂使啊，你知哦。哦。我係罵真正笨蛋咯，真正笨蛋。阿毛冇呢笨蛋，阿毛冇呢笨蛋噶啦，嗬。阿毛有成間學白冇好食。我會有啊，特別我真正笨蛋我唔知。按照講，我知當人嘅笨蛋是安尼款，是因為我聽邊人福建，那是我無聽邊人福建，我唔知笨蛋是係咪來嘅。對。咱這邊啊 ，Asia 啊，一個雞，一個酒款嘅便當啊。你若是來這邊啊，去番啊嘅教員啊，你袂使穿白啊。白番啊，白是大下。袂使穿白。我真正暑假聽啦，因為我去 Asia 啦，甲亞洲嘅人來往啊，我特別知伊人嘅便當是安尼款啊，因為我買得做伊人啊。對。尤其是阿毛佢個慘啊！你成日講人尷尬，就講哦，你無尊敬伊人嘅custom咧，嗬。所以我講對你感覺阿毛成日講外人咧，外人佢個就較細緻個，是唔是？你成日去別人嘅，成日講咱去番仔嘅厝來講嗬，你咪是特別較細緻樣嘅方式是安怎？咪見講人掉啲得罪人個口人嗬。對，成日你看我
我下工了啊，我毋是去斗下手，我会church咯。即个花人教会啊。有一个新的查某，伊是做 altar ladies arrange flowers in the altar 嘅咋。人教會，人互錢，互伊人去買花去做你 church 伊啊。伊袂曉當人嘅禮數，我人嘅 Paris 是中文嘅嘛。伊去買蝦米有只哦？叫花。哈！伊買去買有嘅叫花咧，個哇真正歡喜啊！伊講我買啊，看，來看。我做個是好彩叫我去看，人會留聽會知啦。我看我嘅冰山叫我講，哎，你袂使係這花，啊，這袂使無水啊，位是金嘛。我講對，位是金，當人大咧，特別腳花是人死嘅，當人都唔知咩？哎呦！我係冰山啊！特別你係睇做咧，人是係咪人是斯拉尼啊？是個人啊？是看阿嬷啊？斯拉尼。特別你大這邊細漢大機咱這邊嘅所在，伊唔知咩？可能無注意，無咧 sensitive 人。哇！我講伊人互你嗰個新娘囝仔，互你500塊，你500塊去買一個菊花個了，咱會少少要出500塊去補，互去買白花嚟下。你青子特別我甲你講青子啊，我家己本身我都唔知講，有嘅菊花是互死人嘅，我家己都唔知。菊花是互死人，干了菊花乜是死人嘅？我唔知喎。especially 咱唐人甲日本人啊。我唔知呀 ，because 啲人菊花唔是有白人講嘅咩？白人講會使啦。白人講 is a different reason， 即是歡喜人結婚都問係菊花。哦，是啊。有影地。我唔知 ，thank you， today 我學到一項物件先嘅，我唔知喎。是咯，菊花我人知，你知即我知，因為我是我係嘛有插花甲這些嘛。伊人會知講，你是要插花是蝦米物件 ，avoid 蝦米花，season 就是 avoid 蝦米物件咯。特別我find it not funny，because 咱人成間咱人是紅教，無辦當無相信，所以我比較辦當就是安尼款 ，because 咱人無辦當係咪？乜曬早會安尼曉？嘛是拜5、13號咯，對。而家我都好甲我auntie古早我迄個 Anglican Church 嘅 vicar 嘅厝啦。然後伊就講，唔知講係咪？今日13號拜5，你就看到我，伊講你有辦當嘅，我講辦當係咪？我當人甲了辦當物件，我一頭甲伊講。Every day is a good day. God made the day. So anjo kami suka pe pantang. Wakong tatale hour, tatale minute, tatale jit pun si ho eh. Wakong kami suka pe pantang ni. Mùi hoa, iko tu si teng lang lu pantang mo. Mùi hoa cukup wa pe ho chill. Bo jagung. Lu tabe understand nan Jipeng multicultural ja. A lot of the time is mixed marriage. One partner is Catholic. The other partners is non-Catholic. Then teng lang boleh so. Lu terbe sensitive to this kind of things. You can see your parents sometimes lu ikia ji knowledge pun si Catholic tapi your parentsuk. Ilang e cincin, ilang e lau lang ha. Lu terbe sensitive to this. 我人就是個了菊花啦，舊應是袂使有菊花就對啦。無插蝦米色嘅菊花，紅色菊花都袂使。特別唔是講咱人 believe 講。袂使有 purple 嘅花咩 ？Because purple is color for mourning. No, it's okay. It's okay. Sangka if wedding in advance it's allowed. Oh yeah. Purple ilang teng lang purple bo tai chi. It's the type of 花. It's the type of 花. 即係我都唔會話我古仔做工正曬，即係嗰我喊嘅啊。而家啦我係講咧，我做工去Paris 啊，我特別 all this you know，because 我做 administrator 啊，是我咪大事啊，嗰陣時我就去
我就去拍攝。嚇。所以嗱，香港仔係自己叫你看，還是冇叫你去看嘛？是額頭。對，我呢額頭真大代志啊。是啦。個要幾時能學到類啊？冇學類講 free 嘅表件。嚇。所以你 judge 嘅咧，條自己 all pocket 做規劃嘅啦，拆規劃嘅啦。無，咱 judge 有畫，但係即個 couple 伊人愛較水啦，愛較水個淡馬類落去嘛。哦。你落畫咩畫？係咪畫會使啊？畫你會去買 orchid， 你會去買 rose， 你會去買 lily， 啥哈咪macam-macam啊。等陣。嗱，真係講欠你講去畫去。咱個理所。佢做理所，佢做多寶啊嘛，講我同。冇嘛，點嘛欠花姐嘛？欠花姐，嚇有啦，講到欠花，人教應欠只這類者有哦，人唔嚟。有啊，當今有啊，因為當今伊人唔是有人包紅包嘅，真係欠者。That's why 他那是人請你啊，去 reception 啊，你對看伊 reception 去倒落，那是大 hotel 啊，你特別好紅包上少啊，那是一個 couple 啊 ，at least 啊300-400塊啊，你發幾包紅包 ，because 啊，伊人去請上啊，Hilton 啦，迄個大間嘅 hotel 啊，一個桌啊3000幾塊，伊人愛有面嘛，愛食好嘛，有迄個貴嘅，伊個經驗咪攏貴嘅啊。一個桌10個人3500-4000塊。你食咩？金佛跳牆啊咩嚇？真係貴。伊人包豆腐。伊人包個了嘛，他那 hotel 伊 marketing， 你若是好嘅 reception 去嗰邊，伊 hotel provide 伊貼，請人嘅貼，了車了新娘競賽大去伊 presidential suite for one night， 了伊，所以他那逐人他那若是教應啊，伊人愛做好看嘛。Tapi the thing is， 你知啊，若是講都係邊領嘅留校費時有咩啊？按照佢學你300-400塊，對。所以我講是 KL 啦。邊領叫？邊領行政？我大哥教應嘅點先人學冇包紅包啊？伊學你落沙本啊，雜誌地啊，落地落 soap 啊。哈咪意思？沙本啊，學沙本，落地沙本。哈咪意思？教應上。教應。學沙本做咩？你前期啊，個正神拜。神拜特別寫前期，唔是你爸爸特別寫前期，你個不。Sorry，但係我 miss something because 喂啱接嚟教我講物件。我講即係住青子講伊嘅住教應是呢。我係大哥教應是啦。學沙本。啊，學你。我學你 T-shirt， 我伊個今日我係大哥結婚啊，3 set T-shirt 個都相款嘅，然後你落地盤啦，係咪？他當見到咯，他那人教應啊，無人學 present 了嘅，人學包紅包。你講好啦，學 present， 特別我同你講有一件事，我覺得好笑嘅哦，我一個朋友教應啊。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ไปยุกยาว่ายามียาหออีแต่ที่เป็นยาตัวที่เองก็ยาไม่ใช่ตัวที่มาลายยาแล้วที่จะบอกว่ายาว่ายามียาชินจ้าโหยายาหลังก้องอ่ะอีอุปลัมอินเดียมาเตลูอากาศสิโหยายบอกโหยายละก้องว่าคือแบบปลัมอินทันเมาส์ฮะ plum in the mouth ก้องมาจากฟอชเชล่าI see ที่เขาแก่ละไงแล้วว่าอีกแก่ว่าแก่ something ของทะเลกูดิกูเดล่ะฮะเราเข้าไปสีย้ำก็กระเสียบ
伊比老校陪試飲甲攝你知哦。所以啊，伊教我講，伊講你會記嘅，互伊啊，望做派啊，然後每蝦米物件來，你就甲我講 ，because 佢哋講着是蝦米啦。因為伊講我聽呀，我教嘅時我嘛互你試我講你來，我互你後生。because 伊教教啊，我袂使肯定，我學甲你家己過了嚇，我咪蝦米啦。所以你試我講，蝦米來，伊開來互我看。你知啊？我家己笑了，我不好笑，知哦。伊是大我人這邊有一個 David Austin Roses 俾嘅啦，這個是12磅膠。哎呦！你我哋是呀，這個 vase 來，但係12磅膠。哎呦！伊真係好嘅，即係查某真係好嘅。未怪啦，就好嘅，伊就是。老校陪試飲。老校陪試飲咯，我講飲個時候。好嘅，減緊咧，咪是好嘅咯。係咯。嘛。我啲時候，哎呦，安尼攝一句。減，你講老校去試飲嘛？喂嘛，講減緊老校陪อุ่น飲。老校陪อุ่น飲咯。即係唔知你捌聽過，阿毛捌聽過哦。阿毛都捌聽過即個 expression 講減緊老校陪อุ่น飲咯。捌聽。老校陪你知係咩啊？老校陪是 nutmeg skin 嘅。對，老校陪只攝嘅嘛，老校陪只攝嘅咯。有人講人真正鹽攝嘅人係個鹽，咪是老校陪攝，乜嘢叫อุ่น飲咯？OK。阿家講老校陪是鹽，冇想啊。老校陪飲就是叫鹽攝咯。OK， actually 我會問下，啷在啷福建話叫攝，阿毛有字無？哎 ，astringent。哦，係個 alkaline and astringent。No, siap is more than astringent, you know. Siap is like dried up. No. It's dried up. Because astringent is not, it's dried up, there's no more juice. You squeeze, it's like squeezing a rock and there's nothing to come out of it. So 成個我講成個人上certain time 時候，人食你啉酒嘅時啊，啉酒 wine，especially 啊，你喙攝特步成個打。唔是 ，John，你啉水啊，伊唔是講你喙攝，你喙撳。哦，咁是我是個攝嘅嘛，伊成日揼攝。我別要人講jockey 是 jockey。嚇？Jockey 啊，同埋 almost feel like chalky。哦 ，chalk。成間屋企，你真係 gymnastic 嘅人啊，用隻手把你控，都係計 grip 攝，係你叫咩攝是叫咩呢？呢個本是哦，哇 ，OK。即係我 try to 想有阿摩字寶，阿摩字啊？江湖話叫係濕。係濕。喲，知唔知係濕成個攝喎？阿家講。係濕唔好係啊，嗰個唔是啊，攝嘅係嗰冇相啊。係相。咁啊，攝嘅係冇相都得喲。攝係伊 surface not 那個冇 smooth 啊，或者叫。伊成間錯呢？錯係攝是，看啊，話就是叫做格辣啦。伊金是上啊伊唔是伊上個，when 你食攝物件哈，你會喙上個，伊上個，伊唔是bitter，伊上個有淡薄誒。It's not a taste, you know, it's a sensation. Yeah. 你看到我家裡啊，你看我 chelated 安尼 ，it's like chelated taste 安尼。你看 ，OK， 你看是 smooth 啦 ，OK，now is smooth right， 攝是安尼，傾袂啦，伊上個有淡薄有色安尼啦。It's笑咩嘛只？我教我阿毛嘅朋友講攝，講想未出，安怎會？後包你約一隻，冇後背可以食。
車落後去食。這字粒有真正濟款嘅 rough as surface, very stiff as door or drawer, sleepy as eyes, bad tasted, somewhat sourish or bitter, rough and coarse. 哦，你叫咩字？呢啲攝。哦，攝嘅 explanation 啦，係寫攝 explanation 成日啦。老字典。哦，老字典嚇，對啦，差唔多啦，是攝。呢是你看到成脫未見，然後有隻 grip。對，未見。I think. 呢啲叫脫未見。The reason why Amojia Bochile one word translation is because Amoy a fruit 啦冇食嘅。你隻見招冇識嘅就攝。哦呀，我知係你感覺攝嘅，特別小白出阿木字。But I'm tell you can like oh the banana is not ripe and it's very siap. My mouth very siap. 等，我唔會話阿婆，等陣。我唔會阿婆。有興趣咧，因為我知你講係你感覺啊，即係阿輩識見招誒，安尼款我知係你感覺啊，特別報紙。我小報紙，有可能是咱 maybe 咱食嘅物件較濟是有安尼款攝嘅感覺啦，伊個變做有字出來。有可能阿嬤冇食咧 ，OK 阿嬤講哦 ，sucks。嗱，你看再講，等佢每阿嬤啊，看，我每句啊，阿嬤啊，伊直頭未有講，伊講係咪 chalky，伊講 chalky。Sambut chalky. 但係你隻 chalk 對包，你對隻 chalk，特別有類似，個 almost the closest description 是 chalky 啦。特別是我上個咱嘅阿嬤婆講啊 ，it's not so much. It's a bit bitter, a bit sourish. 你係講 powdery 又未使嘛？嗬，依度冇 powdery。No, there's no powder. 但係我就是個因為有人講啊，是個會聽就講，講嚟講啊。伊上個有係你個打呢，你就有上個有 set 係呢。有零下，有零掉。你零嘅唔是只你零。講話講是金啦，唔是金啊，唔是金，金是 taste。It's like a sourish aftertaste 呢，金。嚇 ，OK，I know another sensation。你啉茶是舊嘅茶，然後 after that 你吹，有啊。Colium 啦 ，the closest I can think of is colium but 特別冇㗎啦 ，colium is 攝，you know，唔是年代，係你茶啊，係你茶 steep 上菇，嚇，你成個你 brew 上菇係你茶，舊嘅茶啦，舊嘅茶。茶你啉普洱茶是安尼，普洱茶。香港你一隻雞油啊，可能依雞油係一種。啊。有人去家去普羅，去家巴黎，去家教會，而家度諗同見。你賺咗係殺爛咗哦。即係咩唔是belacan 嘅 brother 咩咩？白貝係咪？白貝啊！打嚟白貝講以前我個白。我咖啡咧就走興㗎啦，咱講我咖啡了就叫你笨蛋，未使請我咖啡 ，because 是大下食，了大下食，了咩叫花？但係我想到晴子講嘅一個物件，你講當今日人啊，伊人嘅後生囝啲，伊人去貪鐳啊，貪未條鐳啊，個頭去 Bin 啊，去 Starbucks 啊，去樣，我同你講啦，伊個了個俾 branded 嘅 star，我同你講啦，我唔是講像你 stereotyping 嚟講啦，特別是事實啦，馬來西亞人啊，真係搞對人嘅，人做蝦米愛做，人做蝦米愛對，你知有？
我講真正對，你知安怎哦？因為對嘅。對，伊人愛對 ，because 新加坡是安尼款嘛。那新加坡若做蝦米，咱即馬來西亞就對 ，especially 環境。是啊，伊人這樣，我學你一個 example 啦，我跟你講啦，你看啦嗬，OK， 你講佢哋 TVB 嘅戲啊 ，OK， 只講做 coffee 嘅戲啦 ，OK， 干了business 啦 ，OK， 出無想嘅 average coffee call 啦，去看人啦 ，OK， 那麼2咧，去賣去出這個戲是蝦米做食嘅，伊嘅戲入面食這個物件，就 special 歌仔有人，馬來西亞歌仔有人出，歌仔去賣，歌仔去撈啊。對，真正搞對啦，伊人。Master Chef 是安尼款Amazing Race 嘛是安尼但係個了TV 有蝦米個了伊人對 ，anything that's westernized it's like we have been held back for so long and now they're trying to catch up。你講真正對，伊人講嘅阿毛話，我sometimes我聽，但係我唔愛聽 local 嘅 radio station。伊人講嘅阿毛話，我說對America 啦對呢。that is so not on。我就是聽，我叫我不講過我到底聽你我開 radio 嘅時，我咪是聽咯。我聽嘅時，我講安怎伊人電台講成個 American 嘅會強嘅，我講唔是比咱馬來西亞話讀出來時，radio 嘅加人嘅 pronunciation 是對 British 嘅 pronunciation 嘅，但係當今要講成個 American 嘅呢喎。因為你話講是安尼，你知係咩事啊 ，John？ 係咪事看電視機啊？電視機緊了是 American 台。哦。但係有 British 嘅台係變咗隻。特別係佢講 Coronation Street， 唔係 Coronation Street 係咪Yes Minister， ka ko chile kami nole niya what say hanggat wahan baru nole amo tai niya because why father tatakwe kwai so 一kwai si walang走去困我講聽阿冇啦，直接做咗攞出去咯。你咱講咱個三日講咱就 after 咱講了係你欠女物件，咱哋另外一個 topic 是叫keep 咯。keep 咯，而家就是 keep 咯。俾係你留後輩咯 ，keep 咯。留後事，你留，我舊佬講白盤講真正對，真正對。是啦 ，actually 所以actually 這個是事實咯。伊人就是安尼款所以個做個真啊，一人欠累那個 inflation 對 yes， 人你知啊？是啊嘛，看啦。但係你講你 inflation 啲機啦，我人會 just 被對掉啦。你已經難改了啦。If 你個在按照講去小對掉人啦，無去有你家己嘅 vision 無你家己去 judgment 干去直對人人死你本對掉死啦對。OK， 人講這個 product 攤累你對掉咯。你無去做 research， 你無去 exercise。你睇這你看得下是，嗰啲是民主嘅事，你俾學人講。個唔是阿 John， 個唔是安尼。我講你because 當今嘅人伊人家己無迄個。唔是上成啊，但係物件人咁樣大浪伊 so much so 伊家己袂曉講，家己來過，家己賺，家己你有安尼錢類，你就是會愛開 within the means。because 我伊人想講，當叫我開了，我無，但係有人來大浪我，安尼款，所以直簽，直落，直字。對，特別嗰啲咪是你講嚟講去 ultimately 嚇，伊唔是有民主啊，嗰啲是俾為咗有民，因為有成個 status 啫。係咯。And then on top of that 是安怎啫？咱這邊嘅款嘅人嗰了是安尼款嘅嘛？咱嘅杜哥個杜哥嘅冇你看咱嘅 MAS 嘅即個飛機落海嘅點先啊？飛機落海，飛機落海。咱規
贵嘅啊，大人去烦恼啊，你背起嘅啦。你拄個頭嘅嘢冇抓係，行就去 Prada 嘅位要去買衫買物件。因為拄個頭啊，拄個冇是要穿branded 嘅嘛，大行個了是 Prada 啦，係咪？所以伊人嘅少年家啊，伊人嘅即個馬路去客業呢，買對咯。搞了是安尼款的啦。青子，我是拄個頭，拄間甲拄帽。對。你諗乜做一條襟底嘢定嘅？唔，等陣我俾講到啲係你大媽阿嬷 research， 阿嬷都拍我喺頭一個攝係。那是我個啲嘅，對。SD 係咩事？啊 SIAP 攝SV that's some stative verb， 那是我個啲嘅 grammar 嘅解啊。I think 塔就是酸，你知哦，塔是酸。塔呀。唔是塔哈 ，astringent 哈嗬。The taste in the mouth of a tea brewed too strong and unripe banana。啊。我個啲字典嚟面啊。你個幾時嚟學嘅？特別我找到 Wikipedia 裏面 ，Wikipedia 有寫 astringency is also the dry, puckering mouthfeel caused by tannins found in many fruits such as blackthorn. The word pucker is correct. Pucker. Yeah. Persimmon 對 persimmon 冇識嘅，是 persimmon 是咩咧？我看這邊啊，華語本部佢哋字啊，寫嘅字，華語有長嘅解釋，特別一部這個字。actually 這個長人字嗬，伊嘅意思是較 emotion 嘅，我感覺是阿嬷，伊嘅你嘅 dictionary 阿嬷啦，伊嘅 dictionary 內面伊解這個字應該是較 emotion 嘅對。伊較 emotion 下邊嘅 explanation 對，伊無蝦米 taste 嘅 explanation 嘅，因為這個字，這個字伊嘅意思是。按照講像你人聲內邊有起有落，有時苦有時酸這字就是安尼款嘅意思咯 ，right？ 冇啊，這是 taste 嘅事嗎？唔是，我意思是講，伊淡仔迄個中國字邊啊咧中國字伊講伊去找定 dictionary 找無這個字嘛，無伊找無這個 taste explanation 嘛。白本講是叫。The dictionary only explains like feelings like yes, not sensation. 但阿嬷你講你是華語冇攝嘅字，特別你福建。應該我覺得福建華語入面有寫這個解釋伊解說伊無這個字爾，伊有真正長嘅解釋。講個像個 Wikipedia 呢款，所以我唔知伊華語裡面伊人是用迄個長人字啊無？我唔知。是。唔知嗬？應該是用這個字。應該是啊。伊嘅 meaning 是相像嘅。嗯。可能是像無，伊嘅 meaning 是相像嘅，伊 meaning 是絕對相像。伊 meaning 是相嘅。OK。所以我伊有解釋，我就想到華語裡面無用啊，特別伊有啊。想講一般，想講我看 MasterChef 你講我講了啦，想講佢講講伊物件攝啊，伊下底我想講我有時看別人看，伊有佢哋subtitle嘅嘛，伊唔是用這個字嘅。哦，是。OK。特別伊講咩話咧？伊講 astringent 啊，就是伊講咩話是出？我唔知咯，我未記咯。Astringent, okay, so far astringent is the closest definition I think to it. Tapi most 我感覺到真正係有可能講阿嬷話人
要會知講係你 sensations，你講 astringent 係想到係你 feeling 嘅定，你都未真正 in tune to 你 taste bud 你嘅知定。是啦，我會使開隻博嘅啦，會使開隻博講下你 taste 啊。astringent 係少啊，要定到四邊嘅事咧，咪少你 astringent 係你係 astringent 嚟冚落波先嘛。一做人淡薄打打攝攝掉。伊做你特單濕濕淡薄本你幫你最後伊成 alcohol 呢慢慢打嘅時就變咗濕濕皮咯。It dries as the astringency, it dries everything up. 對。唔知咁樣 taste 呀嚇，你唔知咁樣 taste 你感覺到那幫到濕濕呢？對。拍入去啊，拍入去啲咁幾點？伊呢？你幫到咩攝攝嘅？你咪講隻掉咩攝？特別隻。那說其實你真啊隻伊識用嘅真啊隻 wise 咗。安尼看咯，安尼看是攝咯，當今乜突是當咩攝攝？你係那冇油啊？就冇。你lucky 攝是哦。嗱咧，出 lucky 啊，出 lucky。出 lucky，不過lucky 話平常時落雨唔是冇爭嘅，lucky 人嚟 happy 我就爭嘅。OK 啦，今時啊嗱，講了，咱講夠正就係成嘅啦，咱 OK， 差唔多要2點正嘅時候，可能半鐘攞出啦嚇，今時啊，各位聽眾會收聽，即是講聽了是第2出啦嚇，第2出是我哋到啲鋪攞回去較早位。你講到底到落去啊，是到底講佢哋青山學白嘅時去，後頭是去。OK，然後個特別嘅邊咧，即係禮拜就是講感謝咱老緊嘅學下老鳥，尤其是啲馬來西亞嘅親子感謝。拜拜。咁我見出咗問題，你見sunset啊？我見sunset了。我睇下去困啊，困到12點。你看到好，แล้วก็加工咯，感謝加工。拜拜，加工，拜拜。咁部對嚟啊，老姐阿嬷歡迎加感謝。拜拜阿嬷，拜拜，拜拜阿嬷。個家人講攝啊 ，stringency 個家人，แล้วก็背知道好啊，背知道個佢人講嘅了。我困掉嘅。拜拜。你困了，係伊個我聽。冇啦 ，actually 我同佢拍咗5點鐘嘅badminton，我真係太熱啦。哇，5點鐘啊！哦。Satu kali 拍5點鐘啊，冷啊。Satu kali 咯。哇！你是定住 Thomas Cup 小個當幾咩？係啦，哎呀，我同你講，我是咧上個就講咧，我是起勁嘅，我就冇關咧。你有當幾冇去踢 football 啊？當幾冇 cup？哎呀，玩踢 football 都係學人爬啊。特別未啦。有抽坤你咪唔知咩睇 football 係先。佢咩住拍football 住老闆嘅。嗰時 England 嘛，對 England versus 乜別記啊？Croatia 啊？咩啊個？Italy 啦。好啦 ，OK， 感謝阿伯杯。Thank you， 拜拜。咁乜抽豆嚟隻啊？抽豆。豆杯。拜拜，抽豆，拜拜。抽豆，拜拜。因為嚇，咁乜係多2抽？Sambal belacan tu。英國店。哦，英國都來係咪？頭整嘅頭嘅少嚟啦，一定要嚟一走嘢。今次各位聽眾少聽。你我想講頭先個落去皮是落下鼓啦咧，就冇協一堆嘅咧，是個落緊嚟。OK， 今日各位聽眾先聽，咪再見，拜拜。拜拜。係咪嚟 ？John 啊 ，John。嗱，拍戲你就有一俾個配，我買配就變啲啲亂話。Julie Gao John 啊 ，John，個記錄 recording 是幾時啊 ？I think 係就是到 July some after maybe mid July。OK，because 我early July 我冇啲。early July 我本冇啲。OK，mid July。嗱，我教埋學人講啦。我被招了，啷個我被招。你走，我讓做，我讓當。OK，啷個佢講哈，拜拜。OK，拜拜。